用一下這個手到咁嘅稀釋生椒，呢種生椒咧做甜點才是最完美。先篤爛它們，然後加這個中筋麵粉，點這個泡打粉啦，就加點鹽巴。還有個很簡單，攪成麵團就做完。攪到這個狀態咧，用手捏，有個幾分鐘咧，讓它滑一點。那像這樣的片絲啊，沒有很漂亮的麵團啊。喂，這個美豬嶺小技巧啦，生椒一定要稀到咁樣啊，熟成這樣咧。它那個生椒味咧才會濃，其他生椒甜點一樣的，係啊，咁樣才正啊。但是不要烤熟它哦，不一樣哦，係啊，這個要自然熟才正。嗱，然後咧很簡單啦，有碗水咁樣濕一濕啊手，然後咧搣一細嚿這樣咧啊，然後搓一搓。嗱，我搓完咧稠一點沒關係啊，咁樣丟進去個黃糖，煎滿糖就 OK 啦。我盡量不要黐太一起啊。天氣炸190分鐘看看，中途反他們一下，哇好熱啊！中間係咪沒顏色啊？咁樣應用些巧克力，喂攞個第一次登場嘅靚靚碟啊！但係我烤咗差不多20分鐘左右啦，我淋啲巧克力醬啦，哇太多啊！你睇下米芝蓮啊，藝術擺盤啊！我不吃生椒，但是我試一試爆脆啊！紅椒。